咁話說咧，我喺尋日嘅起身嘅時候啦，咁碌下 IG 啦，咁我喺嗰個即係嗰個接收有啲咩人 like 你嘅 post， 有啲咩人 follow 嗰一欄咧，我突然之間見到咧，IG 咧就話立即訂閱呢個 IG Beta，OK， 咁啊驗證啦，咁啊叫你立即驗證，我心諗IG 終於承認我嘅身份咁樣啊！ IG 承認我終於由呢個娛樂台咁啊做 YouTuber 呢啲係娛樂版噶嘛嚇，咁啊前排啊因為呢個實習事件就上緊埋港聞，由娛樂版殺到去港聞版 YouTube， 終於承認我嘅身份啦咩？咁我撳入去啦嚇 ，Bad 哥底線 Little World 立即取得 Meta 驗證，訂閱 Meta 驗證並使用政府合法嘅身份證件完成驗證。取得主動嘅賬戶防護機制同埋直接嘅顧客支援，好似好撚型咁啦，係嘛？心諗國家終於有任務俾我啦咩？終於認證到我潮流網紅呢個身份啦咩？當我一撳入去立即註冊嗰度，我見到咩呢？就係話我們每個月會透過此個人檔案咧向你收取港幣120蚊訂閱嘅費用。當我滿心歡喜啊，諗住哇屌你老母，終於有藍剔啦，終於有即係呢啲叫咩呢？虛榮感啊！呢啲叫做我唔知道點樣形容。總之我就覺得屌你老母有藍剔就係型。Bad 哥底線 Little World 藍剔係咪好撚型？我一撳入去佢叫我俾錢，再慢慢了解落去發現，原來在座每一位你哋任何人只要俾錢都有藍剔。簡單啲講，阿豬阿狗都可以有藍剔，我仲要俾錢。首先佢並不是承認我嘅身份。由頭到尾，我嘅身份就係水魚。簡單啲講，就係叫你入去，係時候俾錢啊。OK， 提一提你，喂，阿 Bad 哥係嘛？係時候俾錢噶啦，啊 ，OK， 咁啊入去啦。咁其實我都好快意識到，係一個騙徒嘅最新手法。機智如我，一定立即註冊啦，係咪先？屌你老母，每個月82蚊，仆街，輕鬆啦。發生咩事呢？我想講，我影撚埋身份證俾佢，前面背面搞撚掂晒所有嘢，心諗屌你老母，終於有藍剔括弧俾錢啦！屌你老母，然之後佢話我們無法確認你嘅身份啊，你身份證明文件上嘅長相啊，似乎咧就同你 Instagram 個人資料相片不符喎。有陣時咧 ，OK， 即係騙徒有好多種手法，最慘嘅唔係你俾人呃錢。最慘嘅係你心甘命抵俾個騙徒佢都唔撚你啊，係好撚慘噶呢件事。我明知係騙案嚟嘅，我明知每個月俾82蚊攞個藍剔之外冇任何 service 嘅，係完全冇撚用。簡單啲講，個藍剔係冇撚用嘅。OK， 但係我就係想要咯，我就係追求呢啲虛榮嘅感覺。唔好意思啊。我哋唔係個個都呃噶，咁冇計噶。你以為佢求財，佢唔撚係求財喎。原來你發現，原來佢 IG 都有底線嘅。我個個都but you， 我出頭諗住你叫得我訂閱 ，OK， 你提得我要俾錢，我心諗你應該會多多少少，其實已經係認識咗我，認同咗我嘅身份，你叫我俾錢就 OK 啦。唔撚係噶，叫你俾錢還俾錢，識你還識你，完全唔撚同嘅。即係叫你俾錢 ，OK， 係時候要訂閱咯喎，係時候要攞個身份證明咯喎。唔好意思啊，我唔識你啊，唔知道你嗰個咩，你個樣唔撚啱喎，咁樣我真係哭撚，真係好撚辛苦啊！之後我仲 po 呢張相嘅時候呢，我仲夾埋呢張智霖你太善良啊嗰個歌詞啊。受騙的那個比騙徒更混賬，呃人嗰個係仆街，俾人呃嗰個心甘命抵俾人呃嗰個仲仆街。受騙的那個比騙徒更混賬，唉，好撚辛苦啊真係。師兄啊，我都唔撚係，即係要求好撚多，我想要個藍剔啫。明明他不配做對象，可惜你太善良。雖然82蚊一個月好撚戇鳩，我都覺得好撚戇鳩，但係冇辦法，我連做戇鳩嘅資格都冇，我連做戇鳩嘅門檻都做唔到，我入唔到閘啊！
個集入面就係戇鳩仔啦，即係全部藍剔嘅都係戇鳩仔，每個俾120蚊，完全乜撚嘅 service 都冇。但我入唔到做戇鳩仔個集，有陣時太 smart 都冇辦法，我都唔想，但我就係太 smart， 做唔到入戇鳩仔個門檻。怪就怪，我太 smart。